第一組係一嚿水晶，第二組係一個乾嘅玫瑰花，第三組係一個滴箱。大家揀一組啦。Hello，呢度係第一組。今次占卜呢，我哋就睇一下接落嚟你會成為邊個嘅 crush 呢？邊個會對你一見鍾情，一睇到你就鍾意呢？首先我哋先嚟睇一個信息對應，呢一組風向嘅能量同埋水象嘅能量會比較強啊，主要係雙魚、巨蟹、天蠍同埋水瓶、天秤，可以對應一下你哋星盤嘅情況。然之後呢一組呢，我感覺你哋係一個即係思緒上邊好容易受其他人影響嘅，同埋你嘅感受係好豐富嘅，屬於一個比較敏感性嘅人。然之後呢，喺穿着打扮上邊會有自己嘅講究，會比較在意自己嘅外表啊。呢一組都有學藝術嘅朋友，或者係對藝術好感興趣，對穿搭啊，或者係同一啲時尚相關嘅嘢好感興趣嘅。另外呢，一組啊會有少少學生嘅氣息啦，可能你哋依家仲係一個學生，或者係你哋睇起身就好似一個學生咯。就算你哋已經成年，已經出嚟做嘢啦，但係呢，身邊嘅人啊，或者係見到你嘅人，可能都會覺得你仲係一個學生咯。即係你哋會生得比較幼態，生得比較後生，睇起身就好似學生咁嘅氣息啊。然之後一組呢，仲會有啲付出型人格哦，即係討好型嘅人格，我會好驚周圍嘅人因為自己唔開心啊，或者係因為自己有啲負面嘅情緒啊之類嘅，會太過識去反思自己，太識去為其他人着想，然之後就唔記得咗自己嘅感受。然之後呢一點可能係一個比較突出嘅一個性格特徵。總體嚟講係比較容易受傷嘅，比較敏感，比較容易俾情緒啊或者係情感嘅問題影響啊。所以呢個亦都係你哋嘅人生功課咯。然之後最近呢一組可能會有去一啲水比較多嘅地方，或者係你哋依家所處嘅地方係比較近水嘅、近山嘅。包括可能近排會去一啲沿海嘅地方。OK， 咁以上呢就係我哋第一組嘅信息對應。然之後我哋睇下主題吓，接落嚟你會成為邊個嘅 crush？首先呢一組我會睇到一啲年上嘅能量，即係可能會喺年紀上面會比你哋大一啲，大1到5歲啦。反正係一個社會經驗比較豐富嘅人，個人嘅生活呢係比較穩定嘅，事業同埋資產上邊會有一定嘅基礎。呢個人會比較物質啊，然之後做事又比較踏實。有可能佢哋嘅事業啊係同啲投資啊、金融啊或者係經營相關嘅，有可能係一個小領導啦，包括係有可能自己創業啦。呢個人都有可能係你哋會遇到嘅一啲上司，或者係喺某些方面 level 喺你哋之上嘅人。對方嘅外在方面啊，首先身材係比較健碩嘅人，即係唔會話好瘦，又唔會話好肥，又唔會話好多肌肉，即係各方面睇起身都比較勻稱嘅。然之後皮膚會有少少小麥色，唔會話好白，但係比較健康嘅膚色。包括佢會比較識保養自己嘅頭髮咯，呢個人可能會比較講究呢個髮型嘅情況啦。然之後關於穿着方面，可能會中意着一啲比較正經嘅衫，包括佢嘅工作有可能需要着一啲自己嘅制服，或者係需要着得比較正經啊，有可能係上班都需要着一下西裝或者係啲正裝嘅。佢對你哋採取嘅主動嘅行動呢係唔會咁明顯嘅，可能會採取一啲滲透嘅策略啊。佢會慢慢咁去接近你哋嘅生活，唔會話一上嚟就話哎呀我好中意你啊之類咁嘅話，唔會嘅。佢哋會用一啲細節去打動你啊，或者係用一啲比較隱晦嘅方式去表達自己對你有好感。你哋兩個之間應該係喺現實當中識嘅，異地嘅能量都唔強，可能當時就係對方喺某些機會下可以睇到你哋嘅一啲氣質啊，或者係一啲為人處事嘅風格啊，咁樣去中意上你哋嘅。佢中意嘅係你哋嘅
比較內在嘅地方。當然你哋嘅外在都係佢心動嘅，所以呢一組啊，我覺得你哋下一個中意你哋嘅人可能係一個比較高質量嘅對象。遇到嘅時間大概喺你哋睇到呢個視頻之後嘅3個月或者4個月之後，反正係一個季度之後就好有概率遇到。OK， 以上呢就係第一組嘅全部信息啦。Hello，呢度係第二組，我哋今次占卜嘅主題呢，就係睇一下接落嚟下一個中意上你哋嘅人係邊個，然之後你會成為邊個嘅 crush 呢？我哋先睇一下呢個信息對應嘅部分。首先，呢一組水象嘅能量會好強，雙魚、巨蟹、天蠍，佢仲會有啲水瓶嘅能量啊！呢一組，我感覺你哋係咪中意嘅嘢或者係中意嘅人，其實都唔係現實中嘅人，或者係現實中嘅嘢。你哋會中意一啲比較虛嘅嘢，譬如話你哋中意嘅就係紙片人啦，或者係啲動漫嘅人物啦，或者係中意玩遊戲啦。即係你哋中意嘅好多嘢都係虛擬性嘅，唔係嗰種現實當中嘅嘢，唔會追求啲好現實啊、好物質嘅嘢。可能你哋會更加重視精神上面嘅享受，或者係視覺上邊、心理上邊嘅一啲享受。包括呢一組嘅你哋啊，可能係一個花錢比較大手大腳啦，唔太識理財啦，然之後關於感情嘅事都會有少少3分鐘熱度嘅，即係會上頭快，然之後落頭又快啦。然之後呢一組會有少少慾望為上，即係你哋會按照自己嘅一啲慾望去進行消費。你哋好多時候可能冇咁現實，面對一啲事嘅時候，可能都會覺得 OK， 我開心咁我就去做，唔會話考慮太多。呢一組嘅話係偏向感性嘅。另外呢，作為信息對應，你哋最近可能會有發一啲好奇怪嘅夢，一啲比較唔現實、脫離現實嘅一啲夢啊，你哋可以對應一下近排嘅一啲夢境。以上呢就係信息對應嘅部分，接落嚟呢，我哋睇一下我哋嘅主題，你即將會成為邊個嘅 crush 呢？你會俾邊個中意呢？首先呢一組我睇到嘅火象嘅能量會好強。大家可以關注一下周圍白羊、獅子同埋呢個射手能量重嘅人，呢一組會比較容易吸引一啲火象嘅男嘅火象嘅異性。然之後對方啊係嗰種性格比較外向、比較 E 嘅人，對方對你嘅追求啊或者係接近你嘅方式，可能都會比較張揚、比較明顯嘅，即係唔會話等你估估下咁咯，即係。佢覺得自己對你有 feel 嘅時候，佢會好大膽咁去表達自己嘅諗法啊，或者係對你嘅感覺。然之後一早會有肌肉男啊，或者係一啲會有健身習慣嘅人會接近你哋，或者係中意你哋。對方可能胸肌啊，或者係腹肌會比較強一啲，或者係下盤比較結實。呢個人應該係會有啲肌肉噶，佢唔會話好柴瘦，然之後又唔會話好肥。總之呢個人對自己嘅身材會有一定嘅管理啦。不過呢，對方佢嘅外表同埋佢嘅內在其實係好有反差嘅。可能表面上係一個好結實、好健碩嘅一個人，但係呢，私底下又好識詐嬌，然之後又好長情，然之後所以你又會覺得佢好有反差咯。佢表現出嚟嘅同埋佢嘅外在好似唔係同一個人咁。關於對方嘅外貌特徵，首先對方嘅頭骨可能會生得比較好睇，即係就算呢個人剃咗光頭，你都會覺得佢嘅骨相係好好嘅。仲有一點呢，就係關於對方嘅皮膚啦，對方嘅全身嘅皮膚可能都係比較白嘅嗰種，即係唔會話係嗰種黑底皮，佢係天生就係比較白嘅。最後關於對方嘅工作，可能會涉及一啲比較小眾嘅研究嘅方向，譬如話一啲AI 相關啊，或者係一啲新興嘅行業，一啲新興嘅專業相關，可能會係一啲你哋未太聽過嘅行業，或者係好少見到、好少聽到嘅一啲行業。有可能係同運輸啦，或者係同一啲高科技嘅嘢相關嘅。然之後我呢度呢，仲會有少少運動嘅能量，都唔排除話對方嘅工作會涉及到一啲同運動相關嘅嘢。Hello，呢度係第3組，我哋今期占卜嘅主題呢，就係睇一下接落嚟你會成為邊個嘅 crush 呢？然之後我哋先嚟睇一個信息對應。
首先呢一組我感覺你哋睇到呢個視頻嘅呢個時期，應該係你哋生活當中比較攰嘅一個時間，可能你哋面臨住一啲選擇，呢個時候可能係一個唔上唔下，走又唔係，去又唔係，一個好尷尬嘅時期。你哋可以對應一下目前嘅生活狀態，或者係工作嘅狀態，或者係一啲事業嘅選擇嘅一啲事情。呢一組我係會有睇到一啲好攰同埋好糾結嘅能量。另外我仲睇到呢一組可能大部分人都係從事一啲文科嘅專業嘅，或者係同法律相關，同一啲語言相關，或者係同管理行政相關嘅。包括呢一組會有啲海外嘅能量，可能你哋睇呢個視頻嘅時候會喺海外啦，或者係同海外有啲其他嘅聯繫。譬如話你係留學生啦，或者係你哋準備要外出去比較遠嘅地方出差，反正呢一組係會有啲遠程異國咁樣嘅能量。呢一組仲係睇到一啲好強嘅一啲情緒唔太好嘅能量，可能近排會有哭過，或者因為一啲事情緒有個爆發。另外你哋近排可能會食過一啲海鮮，或者係一啲海味。睇呢個視頻嘅時候，應該會係喺晚上，或者係一個準備瞓覺嘅時間啦。會有睇到一啲比較安靜、比較封閉嘅能量，可能你哋所在嘅地方啊，依家係屬於你哋自己一個人嘅空間，或者係一個空氣唔太流通嘅地方，譬如話地鐵。最後呢一組可以對應一下以下嘅數字吓，5月份、9月份同埋12月份可能係你哋嘅生日啦，或者係比較重要嘅日子。OK， 以上呢就係信息對應嘅部分。接落嚟我哋就睇一下主題。接落嚟邊個會成為你哋嘅crush呢？我哋睇一下佢嘅一啲特徵。首先一組火象同埋風象嘅能量會好強，水瓶、天秤、白羊、獅子同埋射手呢一組應該係會有第二組嘅人過嚟睇嘅。呢一個接落嚟可能會中意上你哋嘅人，首先佢嘅一個溝通能力係好強嘅，佢會好有節奏感咁去同你交往，好有自己嘅分寸去同你有一個接近。所以呢一組嘅話，我會覺得當你哋遇到對方嘅時候，你係會覺得好舒服嘅。對方嘅接近呢，都會令你覺得好自然，好想同對方有更多嘅交流。呢個人係一個情商同埋智商都好唔錯嘅人。然之後呢，對方嘅學歷都會比較高咯，有可能已經係研究生以上，或者係一個好聰明嘅人。可能對方細個受到嘅教育都係好好嘅，對方嘅家底係好好嘅，因為可以睇到佢係一個比較自信、比較唔內耗嘅人。如果你哋係一個內耗嘅人嘅話，可能會俾對方感染好多地方，即係你會因為遇到呢個人，會打開自己嘅好多未打開嘅地方。然之後仲會睇到呢個人，佢會好擅長中庸之道，即係佢會好識去平衡一啲嘢咯，係一個好聰明、好有自己嘅諗法、好有社會經驗嘅一個人。對方應該係同你哋同齡，或者係比你哋大1到3歲嘅，唔會話差距好大。你哋會可能喺一啲聚餐嘅時候識，或者係通過一啲共同嘅群體，一啲比較嘈、比較多人嘅場合遇到對方。呢一組會有一啲酒氣嘅能量，如果呢一組係比較中意飲酒嘅話，都係有可能通過飲酒同對方相識嘅。對方可能係一個對戶外運動好感興趣嘅人，佢係一個中意大自然、中意戶外嘅一啲活動嘅一個人。所以話，我覺得呢個人應該會係好識將自己嘅生活變得好有滋有趣，變得好有生機嘅。可以講係一個好識生活嘅人咯，然之後對方接近你嘅一啲節奏啊，各方面都會令你覺得好舒服。OK， 以上呢就係呢一組嘅全部信息。如果需要1v1嘅幫助，可以單獨聯繫我。